咋整？操的！我现在我谁都不服。你说我就服那个贪官那个心理那个素质，那素质你说他怎么硬呢？那家伙在台上开会，你看那家伙一个个的清正廉洁呀，奉公执法呀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你那是真心话吗？啊，口是心非吗？那不是下台一谈就好几个亿。那玩意儿更讽刺的是啥呢？今天开完会了啊，打击这个贪污腐败，第二天他妈耗子整牛他就进去了。你说就这心理素质，你没有007的潜质，你都干不了这玩意儿啊！那玩意儿那是那么好干的吗？啊！你说我就往袜庄里藏50块钱，那家伙我都他妈心惊胆战的，就怕让媳妇看着。这家就现在这腿肚还嘚瑟呢啊！你说你跟贪官一比，你说你就人家那素质，你说你服不服啊？你说你服不服啊？我就问你服不服？你不服高人都有罪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